为了避免增加传染的风险，大甲妈甲白沙屯的妈祖绕境宣布暂停举办。若婚礼这旅馆包括饭店业者损失歹算，因为土库镇是这绕境必经之路，一定会经过土库。有这个旅馆为3月2到28这段期间呢，也就是绕境期间拢总客满，不过即马延期啊。退订的电话是有够济，业者讲退订率将近90%。另外，北港有一间旅馆嘛，剩超了1成的房客尔，损失300几万。取消的话是那个。柜台前晚无用接电话，遮尔无用，毋是生理好，是因为白沙屯妈祖抑有大甲妈绕境拢占完，原本订好的房间拢要退掉，或者延期。对，都是那个大甲妈的跟白沙屯。婚礼西里这间旅馆原本对3月21到28拢客满，不过公庙宣布暂停了后，拢接到取消的电话，业者估计退订将近90%。要退的这个金额哈，大概陆续打来退的，我们至少超过30万。另外一间伫北港的旅馆嘛，因为大甲妈绕境延期，剩1成的旅客。我们在昨天其实电话量非常的大，我们都是取消到目前换算的话，大概相差大概300万的一个金额。业者讲，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对春节了后生意就一直无好。原本以为讲会当得到绕境的商机，即卖又搁延期。虽然真无奈，但是为着配合防疫，也是会采专业退费，嘛未收退房的手续费。